我分身家主要係為兩個仔重新分配資產，避免佢哋兩兄弟因為利益鬧矛盾。好多香港富豪中意將仔女嘅財產綁埋一齊，話咁樣先可以維繫家族利益，但我就唔中意咁做。我見過太多兄弟因為錢反目，連屋企門都唔敢入。我唔將澤鉅同澤楷嘅財產綁喺信託入邊，就係驚將來佢哋為咗生意撕破面。我寧願佢哋各走各嘅路，都唔想見到李家變做一盤散沙。澤鉅呢個仔跟住我管長和係超過40年，作風夠穩陣，連霍建寧都話佢守業最得。所以市值7000億嘅長和係控制權，我直接交俾佢持有同管理。為咗澤鉅，我又將長和係重組，長和直接揸住長建、電能、港燈同和電做地產嘅長實就剝出嚟，由家族信託直接管長和同長實。外界話咁樣做可以釋放集團價值，又唔會俾人追擊。其實我就係想幫澤鉅清走啲障礙，等佢守業守得更順。至於澤楷，我冇將佢綁喺長和系入邊。